大家好，我係金特尼，歡迎收睇金特尼編輯部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一單最近好熱門嘅新聞，講下一位近年專門介紹深圳生活嘅 YouTuber 林東偉 David。佢早排不斷放負，話自己喺深圳開燒肉店，半年蝕咗70萬，仲話要指示離場，新聞都爭住報道。但好快就俾人踢爆佢誇大咗數字，仲要唔係唯一股東，欺騙網民博取同情騙取流量。被踢爆之後唔單止冇悔意同道歉，仲喺留言區同網民挑機，話刻意玩弄班黑粉，仲話歡迎退訂，態度超級囂張。呢一波神操作真係睇到人瞠目結舌，完全唔理公關災難。睇返之前微辣同新啲阿豪嘅事件，如果仲想食 YouTube 呢行飯，第一時間就應該要道歉認錯。微辣班人就係死不認錯，到依家都翻唔到身。新呢阿豪肯認錯，依家再出片，流量都翻到全盛期嘅7-8成。David 呢條友犯嘅唔係啲咩致命大錯，但佢好似決心要同網民挑機，我哋就繼續放長雙眼睇下件事之後會點發展啦。呢位 David 我其實一直都有 follow 開啊，有睇佢啲片，原來真係人不可以貌相，佢個樣生得咁老實敦厚，點知一啲都唔老實。最初睇佢啲片嗰陣時，佢係做的士司機，可以了解下揸的士嘅生活都幾有趣。仲有佢阿媽、老婆、女兒經常出鏡，一家好似幾融洽同開心。後來佢轉型做深圳探店 YouTuber， 成個頻道變咗廣告雜誌。David 一個人搬咗去東莞，屋企好大，但空蕩蕩嘅，我就覺得佢屋企應該出咗啲問題。果然，男人一揾到錢就出事，呢個定律真係改唔到。今年年頭，佢突然出咗條片，話自己頂咗間燒肉店做老闆。我冇做過生意都心知不妙，飲食業內卷咁嚴重，原本蝕錢嘅店好難因為你接手就轉虧為盈啊。可能佢太迷信自己拍片嘅流量，佢話係轉化率，覺得自己一拍片宣傳就會有好多觀眾去幫襯。佢嗰條片，我最記得呢個畫面，至少重複出現2-3次。你睇佢一臉自豪嘅樣，應該係佢人生最高光嘅時刻。我睇片都有種與有榮焉嘅感覺。之後 David 繼續拍佢啲廣告雜誌，間唔中先出一條片，講下佢間燒肉店嘅經營情況。好多網友都話，你唔長時間坐鎮喺店度管住班員工，又唔掌握廚房同入貨，根本就死路一條。果然由佢宣布開店嗰條片大約4個月左右，佢就拍片話執笠。佢結業嗰條片拍得好簡單，返到店拎返佢嘅 YouTube 獎牌，拍拍屁股就走咗。佢話將間店送咗俾人。嗰時我就懷疑佢唔係真正老闆，可能係合作模式。半年宣傳期完就抽身走人，邊有執笠執得佢咁輕鬆嘅？事實上都差唔多，佢只係幾個夾粉股東之一，蝕嘅都係幾萬蚊，唔係佢講嘅70萬。最撲街嘅係佢將間店送咗俾朋友，但又將自己用嚟做宣傳嘅片改標題做已結業，咁唔係害自己朋友咩？你直接把影片隱藏唔係仲恰當咩？最記得佢出完結業片之後，幾日內連出2條放負片，話自己有幾慘，前路茫茫，嘻嘻鞋鞋咁死老豆咁款，扮到好似好可憐咁，成功吸引到一班同情佢嘅人。同時都有一班做飲食嘅專家笑佢唔識做生意。David 話呢班係黑粉，見到佢死好開心，所以佢就話要佢哋嘅流量去收割。睇到呢度我就知道佢已經走火入魔。咩叫黑粉？根本就係佢自己製造出嚟嘅。近排好多 YouTuber 都爆料，原來 David 哥唔係最近先黑化，佢本身人格早就出現問題。佢做的士司機之前仲做過巴士佬，但因為拍咗啲唔應該拍嘅嘢而俾人炒咗。租的士又同車主有金錢糾紛，拖欠隧道費，仲話自己搬咗去大灣區，所以唔還錢。仲有同某女 YouTuber 婚內出軌，拋妻棄女。
最搞笑係佢唔知點解同另一個喺深圳拍片嘅香港 YouTuber 有啲爭拗，佢就喺 WeChat 不斷挑人機恐嚇人，嗰位被挑機嘅 YouTuber 仲公開咗對話截圖。原來外表老實嘅佢都可以咁兇狠，真係人不可以貌相。佢作為一個有名有姓、有10萬訂閱嘅人，仲有阿媽、老婆、女兒都出過鏡，大家又知佢住東涌，行為係唔係應該檢點啲好啲呢？仲有佢自稱90後，但係一面老相，又肥又矮，咁樣挑釁人，人哋係唔係真係要驚佢呢？琴日6月17日，佢仲出咗條所謂道歉片，但發佈日期竟然係7月31日。我也是醉了，完全唔覺得佢想平息事件，仲當公關災難係冇事咁，學佢自己咁講，再玩交班黑粉一波。希望佢唔係真係咁諗。我覺得佢係玩交自己多啲。佢究竟仲想唔想將 YouTube 當事業呢？我都係勸你快啲正正經經咁誠誠懇懇拍一條道歉片上傳啦。而家呢個情況發展落去，佢應該會變成雪姨、史萊姆、加蔥咁嘅下場。幸運啲就變成 Sunny 阿豪，潛伏1年再復出，仲有高流量。而家嘅佢不如快啲返香港，還翻啲隧道費俾車主，再好好揸返的士先啦。仲有建議 YouTube 唔好再用個女嘅頭像，然後去拍啲邪骨廣告，細路女無辜噶。好啦，有關林東偉 David 嘅故事，暫時講到呢度先，件事仲繼續發展緊嘅。我哋繼續食花生，下次再見。